好，咱开始来读。1644年7月1号、2号，有南风打扫的天气，早起有一只小只帆船对南澳来到遮，再来约700担的白沙糖跟20担广东的茯苓。该船的船长报告讲，最近还阁会有一只相当大、正大的这个帆船会对伊飞来前来遮。其他的代志伊毋知。今仔日要派去巡阅海贼的迄寡小帆船已经准备就绪因此，要暗仔就命令士兵上船。队长彼得本也开动伊的档盘来告时，以便明仔早起出航。7月初3，风甲天气和进前相款。上述帆船伫早起6个沙捞趁着早起的即个海流顺利出港入海，中途就驶出世界之外了有几只小帆船也趁着即个机会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其中有一只航往安海，带有3张阮用中文分别写好行李人的批行李人。Jasim Bendiok、江苏和这个 Jasnor 的批，甲因讲，阮关心的代志，特别是爱因来履行因多处承诺的诺言，甲阮以前所定过要送往日本甲荷兰的各种货物再来等等。下晡有一只帆船对考就来到遮再来750。大包的米，坐54个人。7月初4有西南风打扫的天，阴暗有2只小帆船对安海来到遮，再来200稻米甲160篮的面环。坐63个人，该船的船长报告讲，伫片湖无看见海贼，迄寡海贼被阮攻打以后，有3只细只海贼船行离上述迄12只海贼船，因为着要逃命，甲因的帆船留伫海上，坐舢板去金门起山，想要找机会来密入去掠掠，但是呢，因伫咧问路的时阵，有6个人被掠刣死。其他拢逃走。如果讲确实伫56天内，以前传说的本纽克帆船会载着大批的商品来到遮，而且伫20天到25天内，行李人江苏也会载来大量的白青丝甲其他阮所需求的货物。即寡人讲，因捌和伊同齐准备即寡货物，愿上帝保庇。今仔日有4只帆船出航前往安海，在底层们坐704个人。7月初5有继续吹来南风、落雨的天气，侪摆闪啊弹雷。下晡有一只小帆船对厦门来到遮，再来25到30包篮。装着素色甲蓝色的空安布甲其他的西南的佚佗物仔无其他特别事实的代志。7月初6，风甲天气如同上述。下午有一个士兵送来一张派驻本港的下士所写来的批。数期是本国月2号写讲，因按照习惯派一只西南人载货的舢板，载着5个西南人甲2个士兵去该河流的河口，夜间留伫个渔夫拍鱼的渔夫的厝里，伫遐听候海潮涨起来但是迄时被一阵西南海贼来攻击。迄阵海贼估计有40个人，是对一只停泊伫咧海上的西南人的帆船遐来。因带去迄只
就是甲迄只三板抢走以及船顶的物件，船顶的货物拢抢走。也甲2个希腊人甲1个荷兰士兵掠去因的篷船顶。村内3个希腊人和另外1个士兵趁着半暝来逃走吼。早会迄寡即寡遭遇的消息吼，就是村内我看嘛，也甲2个希腊人甲1个荷兰士兵掠去因的篷船顶。村内3个人甲另外1个士兵趁着暗暝来逃走吼，甲即寡消息查转来就对啦。英暗下属 Cornelis van der Linden 吼，坐一只小篷船对避南经由南边的淡水来到遮台湾遮啦吼，伊病了真严重，即天暗时就破病死去啊！伊的前来是意外的事，无法度通报告佛罗摩萨当兵的情形吼。对伊的日记甲一张批信的草稿，以及陪伊前来的2个士兵来知影讲，今年6月8号半暝，避南发生大火灾，是对公司的厝附近的一间无人徛起的厝内起火来倒起来。确实拢是由一寡当地即个雾热吼歹徒放火，火势因为强风来真紧来探开了吼。所伫规个村社除了4间厝以外，全部拢烧甲毁坏去吼，烧诚做即个火夫吼。又搁讲。公司又搁写讲，公司伫迄边用来交易的货物，大部分拢烧毁去。有一寡抢救的时阵被偷走，保存落来无偌济。如清单所写吼。此外又搁写讲，避南主政者 Redupt 的后生，伫该主政者甲避南其他首长的请求之下。被迄寡无赖的人，即无赖的人台语要安怎讲？就是配塔啦吼，毋正人吼，被迄寡无赖的人造成公司的大损失吼，毋是全村社的人拢应该为此来受到处罚，应该用各种方法来找出真正的罪犯，来甲因处罚。因的村社重建了后，阮会当去遐继续和平来徛起等等。详情记载伫咧上述的文件。好，今仔即天一个特别的歹消息啦吼，讲台东的也火灾吼，避南啦吼。结果即个迄个下属吼。甲消息查转来，迄暗就过身去啊，破病死去啊。7月初7，有微弱的南风，打扫的天气。今仔日甲上述迄只3版的造句写批去甲队长，去互队长本吼。即张批交互士兵经由本港甲即个河尾人带去早去互伊，并且甲伊讲，对离林转来时阵，如果风甲天气若符合，爱顺势佛罗摩萨沿岸所有的港湾角落，看上述的海产敢有密伫遐吼，爱甲因消毒。今仔日有3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南方去载新茶，坐15个人。7月初8。风甲天气如同上述，下晡有4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吼，就是一只来自安海，再来180担的冰糖，60担的面环，100包100拿的空安布，15拿15升的丝布甲6锭的黄金。另外有一只对厦门来，一只对烈士来，甲一只对刀架来，合计有104个人。即寡船只的船长甲商人吼，证实上述关系着迄3只海贼小篷船的代志，并且讲自从阮的篷船去攻打因吼，
渡灭了因一只上贵重的船以后，伫平湖就无阁看到海贼咯。因为因惊阮的军队会伫因的航道上试过去攻打因，又阁讲因为即寡海贼以及伫安海欠缺死甲死号吼，又阁拄着10外工无风，所以因才因潜遮久无啦，遮尔久来吼。又阁讲迄只本地奥克的篷船呢，以前已经屡次吼传说讲，该船已经满载着大批的西菱、镜菱甲其他的商品，停泊伫遐。伫咧3-4工内，就将诶前来遮前来即个台湾遮等等。又阁讲，因为无风，所以阮诶军队本国个7号以前，无法度航离平湖来渡往即个莅临。但愿伫即个好天气内底，互阮诶篷船会当找着一寡上水的海贼，甲因消灭掉。7月初9，西风打扫的天气。下晡有3只小篷船来遮入港，一只对安海来，一只对金门来，一只对厦门来，再来下咧即寡物件吼，110担面环，60担冰糖，30担白蜡，70担拍豆，毋知啥物件吼。5鼎的黄金，30担的盐，190刀的米，30拿的乌糖，80包布料、空眼布甲麻布。对上述小篷船甲船主遐知影讲，其中一部分也是对生理人山水来配遐得色吼。对遐知影讲，本地奥克的篷船将会伫咧做军载着一寡诗号前来取代吼。而家己嘛伫咧新的白青溪在到遮以后，将会做即个遮新的篷船前来取代。讲即个本地奥克吼，伫安海拢买袂着偌侪精美的货物，若无因的篷船嘛袂停留遮尔久吼。以早去互阮赶逐的即个海贼盘踞伫咧即个平湖，以及荷兰人伫马尼拉航道上所掠到的迄2只厦门的篷船，为此伫咧西那引起一寡愤怒吼。伫西那人真生气啊吼，可能这2只是厦门的篷船去甲因掠吼，去甲因抢吼，这嘛是造成因沿地前来取代的重要原因吼，袂爽来就对了吼。算互恁荷兰人抢袂爽吼，袂爽含荷兰人做生意。金门的官吏为着要消除海贼，并且要防止海贼搁再来转来平湖，派12只篷船去停留伫咧平湖遐。又搁听讲，因为老国王的个性所造成国内的困难。老国王的个性是啥物意思？咱来看下对注脚。1644年初，北京被土匪首领李自成倒占来夺取。北京陷落的时阵，明朝最后的皇帝肃宗自杀用肃宗所以即马西那迄边已经算大乱去啊因为老国王的个性，所以造成的国内困难等等，货物落甲真慢货物伫咧该国的北方又搁少又搁贵此外又搁听讲有真侪篷船对安海附近出航前拢回来去买糖，但是迄寡船是毋是要来航来台湾遮？迄遐糖的产量搁有偌济，介绍悬价伊拢毋知吼。毋过会当为着阮去遐收买迄当阵就收购啦收购即个可能是糖啦迄时会尽量较紧来甲阮讲迄边的情形等等，这是山水来批啦7月初10。7月10號，猶閣有微弱的西南風，打掃好天。今仔日有3隻小篷船對西那沿海
来到遮吼，总共载来320德米100担纯原的小商品，小商品就是巴刀啦吼。头前拢无翻译，即只个来翻译巴刀，但是这是啥物件毋知吼。150担的面环，来我来查一个荷兰字典吼。虽然我想讲应该是嘛查无人有伊绝对查会着吼。我看一下，巴刀啥物件？翻译荷兰文。Bektaal. Bekt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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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紧，竟然中文个翻译包绳，这是啥物件 ？Packing rope 中文甲英文 packing rope， 就是用来你捆绑物件的绳啊啦吼。毋知呢，毋知是真是假。好，咱继续念吼。讲这3只小胖船载来320德米100担纯原的拍头吼，150担的面环，1万个丝仔的庄仔，20担的盐，150支条啊，400捆茶帮，做51个人。好，结束。7月11号。继续吹来西南风，打扫的天。早起有一只小胖船对金门经由平湖来到遮吼，对该船船长也知影讲，昨看见一只荷兰船平湖航行，因此随派下属商务员 Day Rock 炸一张批，坐一只小胖船去平湖。该船先是被季风甲一个海流所阻挡。下晡半晡才驶出港外，迄当阵看见一只荷兰船伫西南方远远的海上，因此上述的小胖船就转换航向，航往该荷兰船。阮也派名港员，带2只舢板去港外，以便明仔载起领该荷兰船入港。含上述小胖船同齐来，还佫有4只小胖船吼，佫来自。安海、厦门、烈士甲刀家是啥物所在？拢无注卡啦。TOKIA 合计总共载来13000罐的鲜奶麦酒，1300担的糖，150德米，20担盐，14纳米粉甲14纳乌糖，做120个人。好。对上述胖船的船主知影讲，有2只胖船对回来载约1400担糖，甲4只对高州载米，高州毋知啥物所在吼，高州 COUTCHIU， 载这4只对高州载米要来取兑时，被18只半久伫咧广东附近的海贼船抢去咯，抢来抢去吼。又搁知影讲。西南国内的战争愈来愈严重，谣传讲西南的国王伫伊的宫廷里被伊的家己的部下来攻击，伊含伊的某自杀，伊家己的即个后生淹死伫咧即个井内底吼，古井内底。明书中总金嘛吼。崇祯皇帝17年，今仔日这是最后一年啊吼，这是崇祯17年吼，1644吼。清国要踮咧西南要占领大清要占领西南吼，大清就亡国啊啦吼，毋大清嘛，大明就亡国吼，西南国亡国啦，直接安尼讲吼。大清是。无工作的嘛吼，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吼，满载各种商品对巴达维亚来到遮。这只胖船的通行证是要航往福州，不得航往任何其他的所在。但是该船的船主报告讲，因为伊的胖船漏水，所以必须要航来取兑吼。
7月12。中岛上述迄只小胖船载着上述迄只荷兰船的捕丸来入捕丸来入港，捕丸啊，伊写迄个作业捕的捕啦吼，啊，领丸的丸，捕丸，这毋知啥物意思吼？来入港，迄只荷兰船是变对船 Castricum 号 ，Castricum 吼 ，Castricum 号吼，对巴达比亚来早来总督阁下4期5月31号的来批，5月31号，结果驶差不多个半个月才到，哇，驶遮久哦，一年到遮干嘛遮久？7月12号啊哈，结果5月31号来批。对因来知影讲大船哈伦号已经到平湖，途中掠着一只要对暹罗航往东京的胖船，船顶载有米，坐44个人，有暹罗人、希腊人，也有越南人。因掠即只船是倒位的船也无讲吼，啥物人的船无讲。上述迄张总督的来批甲阮讲，当印度议会议员 Francois Caron 阁下将会伫咧最近坐大船 Vrede 号来担任处队长官，哦，这是后一任的台湾长官啦吼 ，Francois Caron 吼，愿上帝带领伊早日来到遮吼。也无用你和其他生意人来协助因所载来商品，今仔已经交涉好了。因暗一只租用的小胖船载着6个荷兰士兵航往平湖，要甲阮的批信带去遐交互迄只大船哈伦号吼的主管，也要去甲总督阁下的批甲摕转来，并且要将迄只掠到的暹罗的胖船哦，拄则讲即个胖船是暹罗的啦吼，暹罗的胖船以及船顶的活掠的人来甲因带转来，也要将大船吼，也要坐即只大船哈伦号派来处队的士兵甲载转来等等。下晡，上述的变对船 Castrim 号顺利入港，也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安海，再有一寡鹿仔肉。蚵仔甲一寡大的鱼，坐68个人，也有一只胖船对列士来遮。再来30袋米甲60担盐，坐12个人。7月13，有微弱的西风，大扫好天。要挖中岛的时阵，代理地方官 Jules Van Bergen 对马吉林吼，就是 Dorenap， 经由荷伯人来到遮，代理地方官啦吼 ，Jules Van Bergen， 我知影马吉林啥物所在，伊注卡是无啦吼。马吉林，马吉林社是台湾原住民巴布萨族的大社，位置是伫咧打彰化县福兴乡番社村。菜园角的位置群，就是马吉林社古迹所在。福兴啦吼，福兴番社村，彰化县福兴乡番社村，我来个查一粒地图一下。电脑游玩是有较慢一丝啦。有较紧啦，但是小可可能会拖着的感觉。
番下川、阿武寮、福兴乡。福兴，伫鹿港的南边啦吼，鹿港的南边，过来就是黄海这边是丰原吼，较内陆这边是埔盐，东边是秀水花坛。好，这是福兴啦吼，彰化福兴。我印象中彰化一寡乡镇哦，拢细细啊，车驶就过去安尼。无印象啦，我毋捌去过。好，咱继续转来日志遮吼。马其林讲中昼的时阵，代理地方官 Jules Van Bergen 对马其林就是 Dorep 经由胡无人来到遮。来到遮就是台南吼，是对队长本的蓝队来的，伊甲阮讲以下的代志，就是伊和队长本和随行的军队去到平湖，伫遐无看到海贼，但是听讲因盘踞伫个马吉林诶小可北边的所在吼，小可北边就鹿港啊吼，所以就去遐伫一条河里来突袭。吼，突袭因，夺取了因所有的船只，有11只小胖船甲2只高野船吼。所以算大胜利啦吼，拢甲烧掉，讲即寡船拢甲烧掉，大死几个西那人甲原住民，因来帮战迄寡海贼吼，所以无客气吼。因此呢，即马海贼的势力已经完全破灭。而且还佫有原住民伫咧追杀因吼，有2个 Dorep 就是马其林的长老，也随同上述的 Van Bergen 先生同齐来台湾遮，以因全部村民的名义请求，互因会当得以和其他的村社相共的条件来被和平接纳。被荷兰和平接纳了吼，对此呢，暂时来符合吼，暂时来个答应吼，爱因出席，搁再就是爱因伫个搁再来的即个地方会议爱来出席啦吼。迄时将会伫个所有其他北区的村社酋长面头前来声明讲，看是毋是有够其他的人敌对因吼，因若接受吼，就答应。因也是有接受阮的要求啦吼，就来答应将会出席地方会议。下晡便对阵 Castream 号来挖靠栈桥，开始来落雨。快艇 Breskens 号也来甲所在石好甲落来，以便来派往平湖去装即个哈林号所在来货物。这是7月13，来看7月14。7月14就较长一丝啦哈。风甲天气如同上述，中昼队长彼得本出动3只胖船对多拉拉，就是即个。马其林来到此地城堡头前，甲伊的军队的另外2只胖船留伫网港附近报告如下吼。下底就是彼得本的报告啦，所以这下底内容较侪一丝啦吼。咱来看彼得本来报告啥物。本个月7月3号，带领胖船奥兰迪亚号、乌特切号、布拉克号甲2只。租用的西那人的胖船航离此地，即天暗时来到渔夫岛下面遐停泊。听讲顶个月19号，捌看见3只海贼的胖船伫咧附近。要讲已经航往迄个马其林去哦吼，应该头个马其林，我看伊拢 BET 嘛，马其林去。
阮就继续行入去马经湾，对西那人遐知影讲，最近捌有4只海贼的篷船伫咧西那沿海金门的附近来靠潜吼。船顶所有的人拢被活掠，阮就航王马志林途中拄着几只渔船，即寡人证实上述关于迄寡海贼的话。7月6号来到二林的头前，伫遐看见几只海贼的篷船停泊伫咧岸边。过两日就去探测航道甲港道的水深，随即驶入去港内。迄时所有海贼的篷船有坐到即个12只，拢航往该河，可能是江化甲云林灌溉即个的落水溪会上游遐，试图要逃走。队长看到即个情形，就亲自率领大部分的军队换做迄3只上细只的篷船去追赶因。因看到即个情形，就滑头吼，航往近洼迄个岸边的所在。因此5方的人无法度去遐吼，而且迄只 Black 号因为水浅来靠浅啦吼，必须要留踮遐来听候即个水海流引起来吼。因此呢，队长就加上2门小炮，佮派15个步枪手去增援该船。暗时一来临，水位上低，迄寡海贼就上述的 Black 号来发动攻击，但是被美烈来反击，所以就遂撤退。即暗，还佫派几阮的原住民登陆，命令因去二林甲附近的村社，甚至也去到马志林，用议长的名义来命令原住民讲，少年人拢爱各自带因的武器，杀死迄寡可能对阮遮盗去因遐的海贼。答应因讲，每早一粒海贼的头壳来互阮，赏5匹的空眼布。如果活掠海贼的首领，赏50匹布吼，但是若杀死该首领，赏20匹空眼布。活掠较侪啦，50匹吼，杀死剩一半吼。迄寡原住民过两日就是8号转来讲，去到遐烧火坏会旧的二林村社，但是迄遐无原住民，迄寡原住民到另外一个所在去建造村社咯。迄个地方因为暗暝找袂着吼，因此因为暗时伤黑暗啦，找袂着啦，因此随佫派因为着即个目的佫再去遐。共迄时分配迄2只大篷船顶的士兵去做小篷船，每一只配备1门炮甲足舰的火药。命令迄2只大篷船每一只有1门大炮，10个士兵甲2-3个水手，此外还佫有西那人停泊伫咧最深的所在，用来阻止海贼逃脱。迄时水涨起来，就水涌起来吼，所以就带领迄3只小篷船去海贼遐，因就将因的篷船尽可能来近即个河边，互阮的篷船无法度去近因的到步枪的即个射程之内吼。毋过阮用炮发射了几发，互因上外围的5只篷船来去就倒好。海贼总共有13只篷船，因甲其中的3只装做河船，满载着搭的树枝、芦苇甲杂草。要暗仔派出去的原住民转来讲，因伫咧海边有拄着2个逃走的西那的即个海贼，又佫报告讲，因已经将方面传递的即个口信吼，就是方面来传话啦吼，传达互二林甲马志林吼 Dorenap 的原住民，因嘛已经答应遵命照办。过两日就是9号。早起命令将2门小炮，带去陆上，所有的士兵也拢起山登陆，要去攻击海贼。迄寡海贼呢，因的武器有矛、弓箭、大刀，甲用3-4张落坡所合制盾牌，分做2队，这是海贼啦吼。
勇敢来阮过来，但是阮用步枪来因发射，也用炮一发射，因就随拢逃走。因为走了较紧，所以被我方的人，阮我方的人掠袂着。毋过伫咧发射步枪的时阵，估计因有20个人到30个人被弹死，我方拢无人受伤。如上所述，迄寡海贼被赶走了后，阮就甲因所存落来所有的螃船8只，全部拢放好烧掉。为此来无用几工，即暗有一个新仔的大工行来阮遮，伊以前捌为着公司的螃船来驶船吼。以后被海贼掠去，伊嘛证实讲有一寡海贼伫西南沿海被即个攻击的代志吼。即嘛海贼的全部军队拢来遮咧组织。若是讲阮无来，因就拍算要伫阮到位的第2天，就要出海去抢劫咯吼。上述的大纲又搁讲，迄寡海贼捌伫本港溪掠着2个阮的士兵，其中一个昨逃走，另外一个被绑起来，带入去来雷掠去。这雷掠应该是讲台湾啦吼。要暗嘛派 Jules Van Bergen 带领一同齐来带来即个原住民吼，经由陆路去台湾，并且命令伊爱沿途以上述的承诺。就是沿路爱伊所答应的话啦，搁再一次来鼓励即个原住民吼，来军渡迄寡逃走的海贼吼，就是叫伊斗拍海贼啦吼。过长日又搁来烧歹破坏几只所存落来舢板，趁着即个海水淹起来航回最深的所在，伫咧阴暗来驶出河口，停泊伫咧遐。因为有强风对三人风吹来，所以过长日因全力设法航回去台湾吼。伫咧今仔日趁着互人真喜爱的即个天气来到台湾，感谢万能的上帝保守航程平安胜利转来。好，以上是即个这叫啥？Peter Boone 吼报告伊拍海贼的即个情形啦吼。过来有小标题写讲是伫毁灭海贼大干以及伊的部下的时阵，对因的螃船发现的几张文件的翻译内容如下吼。所以下底即个是对海贼船顶头摕到文件的翻译吼。咱来看写啥物，讲金冠是啥物人毋知？哦，后壁有解说，金冠瓦利的是海贼的首领，伊伫咧片湖捌打出一道告示，内容是讲所有的原住民拢爱伊来缴纳伊对因所要求的捐献吼，意思就是要收租金、收即个册金啦吼。无遵守的人，将会以烧歹因的房屋、烧歹因的厝。并且来赶逐出街地来作为处罚吼，就是你若无爱纳税金，就是厝甲你烧掉，甲你赶走。金王被就是即个海贼的首领吼，被荷兰人的螃船赶走，逃往南方，伊的同伴毋知伊的下落吼，甲伊逃往即个南方了后呢，大干就打出告示吼，大干是海贼，另外一个海贼啦吼，打出告示通告所有偏湖群岛的人，因拢爱来伊遐吼，来即个来大干遐啦，讲说明因的专长行业是啥物，哦，捕查就对啦，甲偏湖人捕查。伊将会来雇佣因吼，来请即寡偏湖人，并且要照下列的规定来发互因工资。会晓农经的人每一人每个月4两金元吼工资啦吼。会制造盾牌的人，盾牌就盾牌吼，盾牌藤牌啦吼。
会制作盾牌诶人5两半，夫妇4两，会晓制作武器诶铁枪、木枪，烧砖仔诶人，用皮做盔甲诶人，来6两。工人每一人每个月3两半诶情银。伊离开平湖，就是伊就是迄个大干啦来到马其林以后，甲即个告示送到佛罗摩萨所有诶所在，要尽可能来调集真侪希腊人去伊遐答应因将会互因好诶即个报酬好诶即个薪水就对啦。甲因讲阮要踮咧荷兰人遐做啥物？伫遐阮无自由，啥物拢爱纳11色色拢爱纳10%啦必须爱纳人头色并无因诶户口也毋准去拍蜡或者是做其他诶代志，就是无荷兰人阮做袂当拍蜡嘛，袂当做其他诶代志。来遮我要保护恁。若是有原住民要找恁的麻烦，我会处死因算招人来就对啦一个海贼大干。伫咧上述的物件中有一本小册碎文簿啦，写讲除了迄只小胖船以外，除了迄只小船以外，伊还佫有6只相当大的胖船。每一只配备有14支大刀、17支矛、1支火枪或者是步枪，含3支弓甲真侪箭。对伊所有物件看来，伊显然是真欠缺粮食甲钱，因此呢，经常爱用威胁甲武力来往迄个地区的希腊人来榨取金钱。下面来接咧咱掠声日记，1644年7月14号。因暗快艇 Breskens 号和罗湾船顶的石好，并且完全准备好会当伫明仔载出航，为着上述的目的来航往平湖。好，这是7月14的日子9点15分，咱继续读落。7月15、16两天。马云甲巴比有礼拜我拢无看个人，我拢看袂着人不要紧好。无赖巴比有写讲这个狗拖啊，蓝毛人啊，有赖条蓝毛仔来。这实在是，这只是也想袂起来好，马云有写讲即个金，我拄则读做金蛙金王啦伊写金冠，荷兰语金王，讲是台湾荷兰统治时期汉人海贼真实的名姓不低。根据荷兰文献记载拼音来被即个现代学者翻译做金冠。1643年，金冠率将占据了中华地区东落溪一带的马其林社，并且甲附近的即个利林社、大武郡社、未来社、东落社、大细西落社等等10外边部族社甲臣服，并且侵了胡无人社，伊发放象征权力的即个权杖，互番社头人自称是北台湾的长官，而变称荷兰台湾长官是南台湾长官。荷兰人听闻了后率兵追捕，金冠最后被荷兰人掠到送到台湾处死。有即段我今日才知毋知影阁有即段荷兰人北平即只一个海贼的王国好，7月15、16，咱继续读咧。有西方甲西南方大扫好天，昨昏胖船Utrecht号来到遮，邀一只对外包
来外包毋知啥物所在吼。来的即个芳船同齐来到遮，该船载来40德米5甲5000吨虾，坐13个人。今仔日行李人3岁，进前后写 SANSOU 哦，我毋知影到底是爱念3岁还是3梭。3岁吼，3梭好啦吼。行李人3梭的芳船载着村外即个军队对马一林转来入港。即几工咯，拢伫咧无用力落迄只便船船吼 ，Castream 号的号母，快艇 Breskens 号为着要对迄只大船 Harlem 号来落号，今仔日嘛出航前往偏湖，带着阮的书信去互该船的主管。7月17。有西北风打扫的天气，下晡迄只载下设商务员 Derock 去偏湖的芳船，转来到即个城堡头前。早转来哈伦号对巴达维亚所砸来的总督阁下的批。上述的 Derock 报告讲，迄只活掠掠到的即个暹罗的芳船，正如阮所已经看到吼，已经来到北平的礁石区的北方来停泊，但是阮烦恼讲会当遐靠浅吼，因为有不利航行的风甲调即个海流，因此呢派一只舢板甲迄只小芳船 Brock 号，该动2只联合港船去遐去救援，以免发生意外吼。7月18。有西南风打扫好天，下晡派去帮站暹罗芳船的迄只舢板转来入港，甲阮讲上述迄只芳船已经伫咧北平礁石区的北方来靠浅了吼，费真大的功夫了后，即嘛已经算浮起来吼。为着安尼呢，伫咧大港叫做 John Olof 的调换之下，芳船 Utrecht 号甲便船船 Castream 号的小船拢去遐去协助吼，到救迄只船就对了吼。中昼派2只租用的即个芳船出航，载着阮的批信去偏湖，互大船哈伦号的主管去落该船的号母吼。因暗迄只暹罗芳船来到港口，但是因为无风，无法度入港。7月19。有微弱的西风打扫的天气，早起上述迄2只芳船转来港内，再来迄只伫咧北平礁石区靠浅的暹罗船所落落来大批的米，即寡米呢被落来。因暗上述迄只芳船也来入港，伫咧即个城堡头前停泊。今仔日便船 Castream 号落号了后，开始装要运往日本的货物，其他无啥物代志。7月20。朝西南风有骤雨的好天，就是落急雨的好天啦。好天落急雨，但是算好天哈。下晡 Brock 号和 Utrecht 号呢，甲因伫咧港外吼，对迄只暹罗芳船转运过来的米，甲落了后，已经满载着货物的即个便船 Castream 号，也伫准备水甲其他装备，以便伫咧上地稳准的时阵，明仔载当出航前往日本。因暗快艇 Breskens 号对偏湖来到北平礁石区的角湾遐停泊。今仔日有4只芳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再有一批咸鱼，坐84个人。7月2，即个港岛水影非常的大吼。下晡落雨又搁乌暗的天气，因此看袂到迄只快艇 Breskens 号。今仔早起，芳船欧兰迪亚号出航前往偏湖，要去遐落大船哈伦号所载来货物。对西南方吹来轻快微顶澎风，
因岸比对船卡船号就完全准备好吼，所以就甲该船的主管下达出航令，以便明仔早起若天气允准，就出航前往日本。今仔日开始落迄只暹罗篷船顶的号码，坐迄只暹罗篷船伫布罗甘比尔附近被荷兰人活掠的日本人叫做新白昂贝啦吼，新白昂贝，这是啥物日本名吼？和伊这贝代表物代表加 S 啦吼，足侪代表。报告讲，因的篷船以前是属伫暹罗国王的，但是呢，现在已经被该国王的财务官卖互日本的甲比丹，叫做西达罗。伊已经支付该船卖价的一半，剩的一半呢，将伫个航到港南的时阵来付清。所在号码有上述迄个日本甲比丹的，有伫个暹罗来停留的其他的日本人的吼，有一部分是暹罗国王甲其他暹罗人的。即寡号码如以下吼：180高阳米，200担盐，330担烧酒。2800张鹿皮，一批摇鱼皮啦吼，一批棉花8担象牙，一批空眼布甲其他的杂物。迄寡日本人当中有6-7个人伫高真寺那住2-3年，但是以后就来暹罗，因伫遐。应该是指高真寺那吼，高真寺那是中南，高真寺那是啥物所在吼？因伫遐为着暹罗诶日本人工作，因此因毋知影高真寺那高真寺啊，即只括号有写讲叫做高知吼，交趾吼，因毋知影伫个高知吼诶物产有偌济，毋过知影讲。和其他人有咧交易，又搁声明讲，坐该篷船被活掠迄8个暹罗人是暹罗王的官员吼，是要去江南视察啥物号码会当交易的，也讲以早捌从来无有即个暹罗的篷船被荷兰人扣留过，因此毋捌受过即个事故会发生伫因身上。何况乌鸦不给人呢，就是上述暹罗国王的财政官和甲比丹西达罗已经和公司做朋友长达15年咯。该甲比丹西达罗呢，8商务员Isaac Moedik 申请过通行证，要用以前江南通商，但是伊毋肯发通行证互伊，讲即个啊伊啥物伊啊？好啦，讲伊无权利来发通行证，如果无巴达比亚的命令来家己发证吼，都爱家己承担风险。姚西那人三哥甲四哥坐即只篷船来，因讲约了伫3个月前，以公司的身份，公司是什么合股的人吼，坐上述的即只篷船对暹罗航王江南，讲即只篷船是属伫暹罗国王的，是由日本人伫暹罗的甲比丹装运号码的，但是毋知影所装的是啥物号码，因为如上所述，因只是公司尔，是奉着暹罗国王的命令来做该船。此外，因所讲的和上述日本人所讲的话拢符合。7月22日，即个港岛游园是影遮尔大吼，伊递到要航往日本的比对船卡stream号无法度出港。今仔日早起伫个
代表严格监督之下，开始甲即只所掠到的暹罗旁船的货物甲落来，规工大部分是乌暗乌阴天啦，落雨的天气，继续咧吹东南风，要暗啊，即条港道开始小可平静落来，也看见快艇 Breskens 号咯。伊就讲，迄只船站应该是去个偏湖。7月23，早起天光的时阵，上述边头的船 Castream 号顺利驶出港外，中昼过了无偌久，就已经驶出世界，要去日本啦。原上地带领伊以及伊所在的货物，伫此地所装的货物有25,500号吨，对巴达维亚运来的货物有25,000号吨，合计总共是价值26万外号吨，真紧而且平安来航到日本，就是原上帝当会平安来航到日本下晡上述 Breskens 号到即个城堡的头前，满载着哈伦号所落来的商品，因暗对一只载硫黄的篷船收到2张对淡水所寄来的批，数期是本国个4号甲16号，得悉伫咧今年5月19号载着1400桶石盒，1400桶石盒对此地航往淡水的迄只食心的篷船，伫随后21号，伫咧南坎溪附近遭难咯。船仔的烧制，就是做烧船仔因为转换地点，所以比以前更较成功。但是因为船仔油源是欠缺，特别是因为欠缺石盒。迄个建造城堡的工程就无法度按照应该有的进度来进行。为了该工程的建造，也要求派几啊木枪，以及因为迄50岛船仔烧制工作，大部分拢因为幺蛾来破病这是你讲啥来看无？伊要求几啊木枪以及咱个人个即只骨路性人个，以及几个共一个行业的新仔人即寡新仔人因为迄个50个船仔烧制工作，大部分因为幺蛾来破病应该是即寡新仔人烧船仔烧到破病含几公司去遐，伊佫写讲，自从队长本离开了后，迄甲有影的属民拢显得非常的谦虚又佫顺服，其中有一个人。叫做东卢卡斯，伊是伫咧古蒙河迄甲位仔的村社上重要首领即个东卢卡斯甲价值1494里尔的船坞交互我方的人作为承诺忠诚甲顺服的保证就是即个重要首领答应荷兰人要忠诚顺服啦而且为了要进一步确认，伊家己还佫留伫阮的城堡附近3天，最后伫我方的人的认可之下，阮准含伊友好相处，详情记载伫咧上述的即个批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再有一批咸鱼，坐15个人。好，今仔日读到7月23啦所以我要来关房了感谢各位啦，感谢各位，下一段，再会。再见。